如果去到70至75歲仲可以做到以下呢，試點你已經好叻。古詩有云：人生70古來稀，自古以來能夠活到古詩之年嘅人並唔多。人可以長壽本身就唔容易，我哋都希望健康長壽，但人生好多事情未必可以如願。唔少人甚至未到古詩之年就已經離世。更令人感慨嘅係有啲人雖然活到70歲，卻好快就失去自理能力，做乜都有靠人照顧。人生60係一道關口，70又係另一道難關。如果可以平安跨過，將來踏越耄耋之年嘅機會亦會更高。如果你喺70至75歲仲做到以下呢，試點就真係唔簡單。第一，身體仲可以，飲食似豬都可以。治理村月面有一對高壽夫婦，兩公婆一齊走過差唔多70年人生，他哋一共養育咗5個仔，5個仔都已經做咗爺爺，眾孫亦都周圍跑。兩位老人家一直住喺村中央3間舊屋，仲喺門口經營一間士多，每年幾個仔，只需要幫佢哋準備好糧食就得，只有冇病入院，佢哋都唔使花仔女嘅錢。到咗晚年，老伯只係曾經犯過一次重病，醫療費由5個仔分擔，壓力而細咗好多。兩位老人家每日除咗食3餐，就冇乜需要操心事，多啲貨都係仔女幫手育貨，佢哋只係負責賣，夏天喺樹下乘涼，冬天喺門口曬太陽，食得香，瞓得好，生活完全可以自理。兩位老人家都活過90歲，最後冇喺醫院受苦，而冇拖累仔女照顧，自自然然安詳離世。村入面好多人都好羨慕，個個都話佢哋真係有福。對老人家嚟講，健康就係最大嘅福氣，活得長壽，仔女和順，生活可以自理，又唔使拖累仔女，呢啲都係福氣，亦係人生智慧。只有懂得善待自己，照顧自己，愛惜身體，同時保持良好心態嘅人，到晚年先更容易擁有呢份福氣。第二，老伴仲喺身邊，而且係原皮。我睇過一段影片，一位老伯一隻手拖住大行李箱，一隻手緊緊拖住老伴，另外仲拎住一大豆漿，一齊喺路上行。好多網民留言話呢個就係愛情，就連一大豆漿都唔捨得俾先愛嘅人。拎曾仕強講過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夫妻可以同行同住並唔容易。我哋對婚姻有一個好重要嘅價值觀，而家好多人都差唔多忘記咗，就係唔求大富大貴，只求白頭到老，互相珍惜。總結一句就係少年夫妻老來伴，年輕日子其實好短，往後漫長歲月，最重要嘅就係有個伴，到咗晚年仲有邊個願意一直陪住你。所以如果老伴仲健在，而且係原配，晚年通常都會過得更加幸福安穩。第三，頭腦仲清醒，睇得穿別人嘅套路。黃先生今年75歲，前排經歷咗一件事，依家諗返都覺得好驚險。當日佢行到超市門口，就俾一位阻住是支付嘅後生女接住對方，笑住話：老伯，我哋而家做緊推廣活動，只有去活動現場就可以免費攞一支洗衣液同2斤雞蛋，仲有免費旅遊巴接送。黃先生先諗自己本來都有買雞蛋，反正得閒，不如去攞免費雞蛋，於是就跟住對方上咗旅遊巴。車上已經坐滿咗同佢差唔多年紀嘅老人家，大約半個鐘後，大家到達活動場地，原來係賣濾水器。工作人員先安排大家聽咗1個鐘講座之後，話有排隊攞籌，名額有限，先到先得，可以優惠價買一部濾水器。
每部售價3999元。等大家攞細籌之後，先正式公布價錢。黃先生知道數價嗰一刻，就覺得自己中咗套路，於是話自己冇帶夠錢，又返處同屋企人商量。點知職員即刻表示可以陪佢返屋企傾。黃先生堅持一定要坐旅遊巴返去，最後同職員糾纏咗差唔多半個鐘，先獲准一齊坐車返處。當時其他攞咗籌嘅老人家，好多人都花咗差唔多4000元買咗部機。依家唔少商家都睇準老人家口袋月面嘅錢，用各種優惠同小恩小惠，現有老人家買高價產品。好多老人家買咗唔實用嘅機器保健品，甚至有人俾人去投資理財，白白損失咗好多錢。70歲之後可以扮糊塗，但千祈唔好真係糊塗，頭腦清醒，睇得穿人哋嘅套路，懂得從容應對，先至係真正嘅智慧。第四，手頭仲有錢，唔使向仔女伸手。黃女士以前係國企員工，退休之後每個月有5000元退休金。退休初期趁身體仲好，去一間私立幼稚園做清潔，每個月又多賺3000元。到咗70歲，除咗每月退休金之外，仲儲落30萬養老錢。佢老伴早逝，雖然只有一個女，但自己有積蓄，有物業，又有養老保障、醫療保障同退休金。只有身體健康，就唔使讓女同女婿伸手。平日佢會買啲衫同禮物俾壞孫，又會去公園散步，或者留喺屋企照顧自己三餐。仲有一隻小狗陪住生活，過得自在又幸福。人到晚年最怕唔係錢唔夠，而係身體仲好。錢就已經用晒，如果有退休金，又有一筆積蓄，就唔使睇仔女面色，亦唔需要寄人籬下，自己手頭有錢，需要仔女幫手嘅時候，大家都可以一齊分擔壓力，更有利家庭和睦。晚年而可以學得有尊嚴、有底氣，互溝通，仲可以同仔女冇太大矛盾。一位75歲高齡老人喺寒冷嘅夜晚獨自在街頭徘徊，警方救助佢之後，先知道原來佢同個仔鬧交，一時激氣離家出走，結果仲迷咗路。警方終於聯絡到家人，等咗成個鐘，佢個仔先匆匆趕到，一見到佢就不停責備。據佢個仔所講，呢位老人後生嗰陣喺屋企一直都係一言堂，固執己見，剛愎自用，強勢霸道。到咗晚年，性格依然冇改，乜事都有自己話事，同個仔越嚟越難溝通，經常因為生活瑣事鬧到不可開交，所以而家淨係得呢個細仔仲願意照顧佢，亦都因為佢太過固執，大女早就同佢斷絕來往。有句說話講得好，世上所有利益同價值都係暫時，只有持續提供穩定嘅情緒價值，先可以令人信任你，依賴你唔捨得離開你。人到晚年又識得尊重仔女，人生唔好過分干涉佢哋嘅生活，學識包容同善待別人，保持良好溝通，先唔會令仔女反感。陸仲勤學習，出門自然更加順利。好多老人去到某個年紀，自己出街都會越嚟越困難，遇到突發情況，獨自生活更加唔容易。例如遇到啲突發事情唔方便外出，識得學習嘅老人就會利用手機上各種方便嘅功能購買日用品，滿足自己生活所需。不過有啲老人唔肯學，就連智能手機都唔識用，一遇到又用手機付款，就冇辦法自己處理。依家生活入面越來越多事情都可以透過網上辦理，例如交水費、電費、煤氣費等等。如果老人自己識得用手機操作，生活自然方便得多。相反，唔識操作，每次都有麻煩仔女，
老人家嘅大腦本身就會慢慢退化。如果可以多睇書、多動腦、多學習、多思考，就能夠保持頭腦靈活清醒，提高晚年生活質素。仲有興趣愛好生活，自然唔會沉悶。現時好多80歲老人身體狀況同以前相比已經差咗唔少。如果冇任何興趣愛好，時間耐咗，整個人就會好快衰老。不過仍然保持自己興趣愛好，例如睇書、寫字、畫畫嘅老人，反而活出咗精彩嘅晚年。好似唔少老人70歲之後開始創作同出版書籍，亦有人80歲開始舉辦畫展作品，仲受到世界各地欣賞。古人有言：人無撇不可交去。去到70歲想做劇烈運動確實唔容易，就算跳廣場舞都未必適合老人有健康嘅興趣，令日常生活更加充實多彩，實在十分重要。8. 身徑仲夠闊達，懶得同人比較。屋苑有位婆婆，而家已經80歲，每次見到佢拎住拐杖坐喺牆上，都係笑容滿面。其他老人聚埋一齊，互相訴苦，互相比較，又埋怨仔女唔夠孝順，退休金太少，佢從來都唔會參與。佢個仔同新抱對佢非常好，孫仔亦十分孝順。細先諗諗呢，一切同佢心境平和，唔同人比較，唔怨天尤人，品格良好，有好大關係。人到晚年，性情往往會有好大變化。如果一位老人仲可以放寬心胸，確實十分難得。喺今日社會，70幾歲其實未算特別老。隨住醫療水平提升，生活質素改善，同埋健康意識越來越高，人均壽命不斷延長。70幾歲老人無論身體定精神都比以前有更好狀態，所以70幾歲老人仍然有保持謹慎同自律，先可以令晚年生活健康、安寧和諧。70幾歲已經走過漫長人生，到咗呢個階段，更加有管理好自己往後嘅日子。如果你喺70歲至75歲之間仲做到以上8點，就真係非常了不起，可以擁有充實、幸福而且有意義嘅晚年。退休之後，老人家無論身體健唔健康，都有盡量掃除以下4個地方。老張退休之後本來諗住好好享受悠閒晚年，但一次意外經歷令我深深明白，有啲地方老人家真係可以唔去就盡量唔好去。果然係一個陽光普照嘅周末，我俾老友拉咗去一個新發現嘅魚塘，本來以為係個可以放鬆心情兼釣魚嘅好地方，點知去到先發現嗰度人煙稀少，而且河水好深，一睇就唔太安全。不過礙於朋友邀請，我都冇講乜，就救咗個位坐啲釣魚。點知嗰度泥土太鬆軟，我坐咗差唔多1個鐘，下面嘅泥土就鬆開，我成個人滑咗落河。好彩我識游水，先至保住條命。跌落河嗰一刻，我真係嚇到先都離一離，事後愈諗愈後怕。自此之後，我逢人就講，人到老年有4個地方可以唔去就唔好去，全部都係我親身換返嚟嘅教訓。第一個，棋牌室，好多退休老人都中意去棋牌室，亦係打發時間最好嘅地方。不過棋牌室同時亦係一個容易惹是非嘅地方，老人家最好少去。對老人家嚟講，退休之後收入唔多，主要經濟來源就係退休金同多年辛苦儲落嘅養老錢。呢啲錢唔單止有應付日常開支，仲有預留咗突發疾病同人情往來之用。如果成日流連棋牌室，好容易沉迷賭博，被一時刺激同虛假思維迷惑，失去理智，甚至輸光積去。或者有人會話，我只係還小住，
冇乜所謂。但事實上，每個賭徒最初都係咁諗，總以為可以靠輸贏賺錢，結果只會越輸越多，最後無法自拔。持牌本身就係戒律遊戲，輸贏根本冇人控制得到。老人家承受風險能力本來就較低，輸得太多唔單止帶來沉重經濟壓力，仲會對精神造成好大打擊。試諗下，辛辛苦苦儲咗大半世嘅積蓄，一夜之間化為烏有，嗰種失落同後悔真係難以承受。而且呢，總經濟損失仲可能令你受到夥伴同仔女責怪，本來溫馨嘅家庭氣氛都會變得緊張同壓抑。第二個，嘈雜嘅娛樂場所，有啲老人中意跳舞，有啲老人中意唱歌，雖然佢哋年紀越來越大，但依然經常去卡拉娛樂或者歌舞廳。呢啲嘈雜嘅娛樂場所，呢啲地方對老人家嚟講，雖然可以放鬆心情、紓解壓力，但同時亦暗藏危機。嗰度可能治安欠佳，三教九流，乜人都有，亦可能燈光昏暗、音樂震耳、魚龍人多擠迫。對於身體機能逐漸衰退嘅老人家嚟講，置身喺咁樣嘅環境，首先要面對嘅就係身體上嘅危險。擠迫嘅人群可能令你一唔小心跌倒。又知道老人家嘅骨骼相對脆弱，一旦跌倒好容易造成骨折等嚴重傷害。另外，如果跌低嗰陣啱啱撞到台嗰等堅硬木件，就更加容易造成嚴重受傷。其次，喺咁複雜嘅環境裏面，老人家易有機會遇到騙徒。呢類場所經常都會有人推銷，佢哋會專門叮囑老人家遊說你購買產品，從你啲錢老人家應變能力較弱，有可能中咗穿頭。最後呢，類場所嘅環境亦唔算好，唔少人吸煙飲酒，令空氣充斥住大量刺鼻氣味。老人家本身心肺功能已經唔算理想，身處喺咁樣嘅環境，煙酒氣味可能刺激呼吸道，引發咳嗽、氣喘等問題，最終只會令病情更加嚴重。第三個，人山人海嘅街市，老人家最中意買平貨。街市月面嘅蔬菜、生果、油類通常都比大城超市平，所以街市就成為老人家最中意去嘅地方。街市人頭湧湧，人聲鼎沸，擠迫嘅人群令活動空間變得狹窄。老人家喺咁樣嘅環境行路步伐較慢，好容易被成色匆匆嘅途人撞到或者推撞。而且街市地面好多時都唔平坦，檔口之間嘅通道狹窄，又有唔少障礙物，增加咗老人家跌倒嘅風險。除咗身體上嘅潛在危險之外，嘈雜嘅環境對老人家心理都會造成一定壓力。過度嘈嘈會令老人家感到煩躁同不安，影響情緒同心情。另外，有啲老人家買嘢嗰陣，因為幾口子同檔販爭執不消，最後激到連高血壓都發作，結果錢又慳唔到，仲激到自己入醫院又花更多錢，醫病真係得不償失。第四個高風險旅遊景點，最近幾年老人家成山成為熱門新聞，經常都見到相關報道。老人家去旅行呢，本來係好事，但都要考慮去邊度會更加安全。好似一啲高風險旅遊景點，去得少就最好唔好去。例如會完全開發嘅山區，道路崎嶇不平，又缺乏完善安全設施同救援保障，陡峭嘅山勢、複雜嘅地形，對身體靈活性同耐力都已經下降嘅老人家嚟講，無疑係巨大挑戰。老人家喺攀登過程中，可能因為體力不足、腳步唔穩而發生意外。其次，中意游水嘅老人家亦唔好去陌生海域嗰度，同樣充滿危險，
海水壓力、溫度變化同埋難以預測嘅水流，都對人體有好高要求。老人家嘅身體機能未必適應到呢種環境，好容易出現身體不適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我認識嘅一位老伯就係因為處蟹月面前湧，最後俾突如其來嘅大浪捲走之後，搜救人員游咗好耐都唔到佢嘅遺體。屋企人非常後悔，早知就應該勸咗老人家，因為冇遺體，只好替佢建咗衣冠冢，以寄託哀思。總括而言，人到晚年，呢4個地方能免則免，呢啲都係過來人嘅經驗之談，亦係對晚年生活嘅明智選擇。唔去呢啲地方，並唔係限制老人家嘅活動範圍，而係喺保障自身安全同健康嘅前提下，享受寧靜舒適、有質素嘅晚年生活。對老人家嚟講，餘下嘅日子唔算多，一定要平平安安咁過，咁樣先係對自己負責，亦係對屋企人負責。父母老咗，究竟接返屋企照顧，定係送退安老院？不妨聽下兩位仔女點講呢？個世界上最正常不過嘅事就係養兒防老。老人家生咗年紀之後，理應由仔女照顧晚年。話雖如此，但真係有咁容易咩？尤其係依家嘅情況，養兒防老已經冇以前咁容易。對於一啲思想同觀念都唔同嘅老人家嚟講，養老問題更加困難。有啲人認為，如果仔女唔照顧父母，就會俾人話唔孝順，唔似上一代咁將孝順放喺第一位，凡事都為父母着想，就算天塌落嚟，都唔會掉啲父母會照顧父母一事。但對而家唔少年輕人嚟講，無論年輕人定老人家，都應該有自己嘅生活，唔應該事事依賴仔女。呢個唔係孝唔孝順嘅問題，我哋作為仔女都唔應該將咁棘手嘅問題全部留俾佢哋處理。老咗就應該自己諗辦法，不是越住安老院，就係請照顧者，咁樣對大家都好。不過每個人個諗法都唔一樣，咁各位又點睇呢？當父母老咗，會自己照顧定係送去安老院？相信各位都有自己嘅答案。接落嚟就等我哋一齊睇下下面兩位過來人嘅真心說話。我姓陳，今年50歲，我父母今年已經80幾歲，兩個人年紀相差唔大，睇落都好老，而到咗需要人照顧嘅時候，按道理佢哋呢個年紀最需要我哋照顧同陪伴。但經過我同兄弟仔細商量之後，最後都係將父母送去安老院安老。喺我父母身體仲好硬朗，生活可以自理嗰陣，我哋確實過得好輕鬆。當時佢哋冇選擇同我哋一齊住，而係兩個人留喺家鄉生活。我哋喺外地生活，平時有時間就返處探望佢哋，冇時間亦會匯錢返處等佢哋時候啲，生活無憂。後來因為父親患上癌症之後，我哋屋企就開始出現變化。以前胃病之前，我老婆同我細佬老婆感情都幾好，仲情意約埋一齊去行街。不過處到我爸爸病咗，需要人照顧嗰陣，我細佬老婆就百般推搪，又唔願意照顧我爸爸。我老婆雖然唔係強勢個人，但都唔會俾自己蝕底。到我爸爸需要人照顧嘅時候，佢雖然都有少少唔情願，但為咗呢個家，最後都選擇去照顧，而且期間一句怨言都冇。原本講好咗由佢同地府輪流照顧，我同細佬就負責找錢養家。點知地府中意打麻將，成日唔去照顧，夠我老婆頂上。就因為咁，兩個人曾意為呢件事鬧交。我老婆覺得地府懶只顧做還，
熱熱打扮到花枝招展，都唔知去咗邊，仲唔知燒地府，就認為照顧爸爸係我哋做大哥大嫂嘅責任同義務，唔應該有佢哋承擔，連錢都唔應該出，仲話佢哋屋企冇，我哋有錢，所以乜都應該由我哋負責。成件事入面，我細佬一句說話都冇講，全程都聽。老婆我見到佢哋成日鬧交，真係好煩，仲鬧咗細佬一餐，話佢唔孝順，連自己父母都冇主見，真係敗廢咗父母一直以來對佢嘅疼愛。如果爸爸媽媽個醫藥費同治療費唔貴，我確實負擔得起，但佢哋兩個用個藥都非常貴，而且仲冇得報銷，一個月就有幾萬銀。我屋企都有生活，如果全部都由我哋出，就算賣晒家當都唔夠，就係咁落去真係唔係辦法。兩個女人日日為那件事鬧交，鄰居睇到都當睇電視，咁令我覺得好無面。於是我移咗細佬出嚟，同佢商量一陣呢，再咁鬧落去都唔係辦法。父母始終有幼兒園照顧，我哋壓力又大，而唔可能日日為呢件事奔波。最後我哋慎重考慮之後，決定送父母去護老院。咁樣一嚟，兩個女人都唔使再為呢件事鬧交，屋企亦都可以恢復平靜，我哋嘅生活都返正軌，父母又有人照顧，我哋只需要負責出錢就得。父母有專業護理員照顧之後，身體恢復得幾好，而且我哋同細佬一家嘅關係都慢慢改善，冇以前咁多矛盾，真係幾好。我今年52歲，寧願狠先送父母去護老院，都唔想佢哋喺我屋企養老。舊年我將自己親生父母送咗去護老院，可能好多人聽到呢度都會覺得我唔孝順父母，年紀咁大，想喺個女屋企養老都唔得，又唔係冇能力照顧，仲有送佢哋去護老院。但我想講，如果嗰件事發生喺各位身上，我相信各位都可能會同我作出一樣嘅決定。對於送父母去護老院，我真係有迫不得已嘅苦衷。我係活企嘅獨生女，而我老公亦都係佢活企嘅獨子。我哋結婚之後就搬咗出去住，生活條件唔錯，仲喺大城市生活咗好多年。就道理以我哋嘅條件接父母過嚟養老根本唔成問題。問題就係雙方父母都需要我哋照顧4位老人家住埋一齊，矛盾之人就出現。雖然我哋生活條件唔差，但對當地人嚟講，我哋仍然算唔上富裕，而且間屋亦都唔大。我仲有2個仔，將來佢哋仲有結婚，到時我哋肯定都有幫佢哋買樓。所以呢幾年呢，我同老公一直都好努力計錢，就係希望等2個仔結婚之後，每人都可以有1層樓。如果就以前2公婆一齊努力，捱多幾年應該買得到。但如果將雙方父母都接過嚟，就真係唔得。地方細人又多，住得好破，而且以前雙方父母都試過嚟我哋度住一排。當時4位老人家相處嘅情況，我同老公到而家都記得好清楚。只有佢哋聚埋一齊，就一定會有矛盾。我哋2個夾喺中間幫邊個都唔係，成日兩頭唔到岸，真係好辛苦。我奶奶個人都有啲勢利，見到我媽媽瞓宴，手都有喺旁邊不停碎念。而且唔論我父母做乜，佢總有嘢嫌棄。我爸爸因為後生嗰陣情易食煙，所以到咗晚年情易咳。佢喺我屋企住嘅時候已經好克制自己，但我奶奶始終覺得佢咳到佢瞓唔好，一見到我爸爸就開始不停埋怨。所以我同老公一早就決定，等佢哋老到唔能夠自理嘅時候，就送雙方父母去護老院，因為佢哋根本唔適合住埋一齊。好似個計時炸彈咁，我同老公睇住都頭痛，只有作出呢個決定。我哋可以喺佢哋仲照顧到自己嘅時候，俾佢哋繼續住喺自己屋企，平時有時間就返去探佢哋，反正佢哋都有積蓄，
暫時都唔會有經濟問題。咁樣做對大家都有好處。等到佢哋年紀大先有人照顧，我哋就送佢哋去護老院，嗰度有專業人員照顧，又有好多老人家一齊生學，可以互相作伴傾偈，亦都唔會覺得悶。依家嘅護老院我哋都好放心，無論專業技術定照顧人員都比我哋做得更好，佢哋住得舒服，我哋亦都安心。多謝各位收睇，希望今日分享嘅內容對各位有所啟發。未訂閱本頻道嘅朋友記得訂閱本頻道，咁我哋就可以每日陪伴各位一齊成長。我哋下次再見。